上回说到，京城暗流涌动，皇宫是再难太平。半年前，皇太子启元神秘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哎，有人就问了，这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儿，被皇上给废掉了？而皇上碍于颜面，没有昭告天下呢？还有人说啊，这是那些觊觎他太子之位的其他皇子所为。这说到底呀，皇家之事岂是你我这平头百姓能品头论足的啊？这不，事隔半年呐，太子一案成了悬案，至今毫无进展，而且负责调查此案的前金鼎官纪行元纪大人一家也神秘失踪了。那一时间，整个京城闹得是沸沸扬扬啊！哎，这也没有人见他们离开过府邸啊，这人怎么就神秘消失了呢？啊？真是，这只是西堂看戏儿，就京官火人说没就没了，这什么事无所事啊！我还听说啊，几位皇子为了获得刑部拥护，都在集结自己在朝中的势力，拉拢出大公子。二皇子齐王早年娶了赵丞相的大女儿，有了赵丞相的扶持，简直是如虎添翼呀！啊，四皇子楚王手握兵权，是战功赫赫呀。这次击败了西戎国的入侵，却依然驻守在边疆，可见呐，他对皇权不是很迷恋。九皇子怀王，他跟二皇子的关系那就更不用提了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可唯独这六皇子嘛，最不受重视。不过这个六皇子，他有经商的头脑，包揽了整个京城的银铁器生，有的是钱。谢谢，谢谢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钱。没钱看什么热闹？没人要的野丫头，敢砸我饭碗！我不是野丫头，还敢顶嘴！啊！还不快给这位姑娘道歉！姑娘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姑娘，我错了。江湖卖艺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素来这是规矩。你倒好，功夫练得不怎么样，人场你还不要。我错了，错了。你不是没人要的野丫头，你还有我。多谢，多谢。哇，厉害呀！你若再如此，以后我就不带你出来。他说我是没人要的，没有人要的野丫头。人之所以会祈愿，往往是因为事不如意。所以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可能会不如意。倘若总活在过去的痛苦里，那你永远看不到未来的可能性，也看不到希望和美好。诺，你该长大了。我们回家吧。
二哥、九弟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正要去赴除夕晚宴呢。六弟，你来晚了。怎么会呢？往年的除夕晚宴都是酉时3刻才开始的呀。哼，看来父皇并没有注意到你没有来啊。怎么这次宴会散得那么早？呀，我以为你知道，父皇为什么心情这么糟糕啊？啊？也许是因为太子太久没有消息了，父皇平日里最为疼爱他，现在恰逢除夕之夜，触景生情了吧？六哥，你又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九弟何出此言？四哥与西戎国交战一事，父皇可没这心情见你。既然父皇心情不佳，那我也不便多打扰。但是从礼数上，我必须进宫，给父皇问安。那既然六弟这么有心，那我们也不多劝了。告辞。也好。那六哥，走了。六弟，走夜路要多留神啊。这也太过分了！二皇子和九皇子摆明了就是欺负咱们，被奚落也是难免的。即便如此，大家同是皇子，也不能这样挤兑人吧？走吧。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！杀了他！什么人？撤！快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速速封锁整个皇宫，一定要把那几个刺客给我找到。是，快！跟我来！过年了，年货到了，辛苦了各位大哥，拜年了。我师父去老夫人那儿请安去了，可能跟你们走岔了，麻烦几位大哥帮忙抬到屋里去吧。啊，有劳了。玉洛姑娘，这大过年的怎么不去串门啊？你也知道，我师父喜欢清静，看这院子里，也就只点了这几盏灯。哎，怕什么？少爷不是去老夫人那儿了吗？还得好一会儿才回来呢。
辛苦了。哎，也对啊，我去出钱姐姐那儿凑个热闹。参见景王。怎么样？有线索了吗？臣已将皇宫各个出口全部封锁搜查，并在宫外调取了大量人马，对可疑人物进行盘查。只是，目前尚无线索。此事何时才能上报皇上？听宫里的公公说，皇上今日心情不佳，便早早歇下了。臣也在皇上的寝宫附近安排了足够的人手。此事，等明日再上报。你去把你弟弟出彻找来，快去！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。出彻神机妙算，一定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见解。你再这么查下去，整个晚上都会毫无收获。把他找来，或许会有些新的思路。可是，快去，就说本王今夜必须要见到他。是。叶落姑娘来了，我去通报。哎，里面有客人吗？是丞相府的二小姐，前来拜访老夫人的，便来后庭走走。丞相府的二小姐？是啊，丞相府有2位千金，1位公子。大小姐赵景玲嫁给了二皇子，来的这个就是二小姐赵景旭。哦，那既然有贵客在，我也不便打扰，就先回去了。洛儿。我就猜到你今天来，果然猜中了。这位是……瞧我，见到洛儿一高兴就忘了引荐。这位是我二哥新收的徒弟玉洛。洛儿，这位是赵丞相家的二小姐。见过二小姐。你就是彻哥哥的徒弟。彻哥哥？赵小姐说的是我师父吗？彻哥哥竟然还会收徒弟，真稀奇。我这个哥哥呀，不仅收他为徒，为了他都快变成老妈子了，照顾周到着呢。你都好多年没见他了吧？你是不知道，他院落一直都是人烟稀少的，只有洛儿在的时候，他才不一样。彻哥哥，对你很好吗？师父性子冷清。我不惹他，他不打我，仅此而已。这还差不多，我谅你也没那本事。赵小姐若是这么想见我二哥，可以和我一同前去。可以吗？可不巧了，出彻刚被大少爷叫过去，这估计一时半会儿他回不来。出钱姐姐和安大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？若是这样，那可真是太不巧了。有机会啊，你一定要和我哥哥见见他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娘亲还在家等我，先告辞了。哎，赵二小姐慢走啊！看来这位赵小姐是想要做我师娘了。哟，看出来了，丫头，挺聪明的呀。那么明显，除非我瞎了。我师父和他真有什么感情吗？你师父呢，要是能把他名字记住，也就不枉费他这些年的一片苦心。如此之广，可不，他从小啊就立志此生非我二哥不嫁。后来我二哥游学在外，他就3天2头的来我们家打听我二哥的消息。你别看他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，见了我二哥简直乖得像小猫一样。那我师父呢？哎，入不了他眼。
就是呢，不知道这赵二小姐什么时候才能对出彻死心。这可真的是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怎么你还发起愁来了？师傅这性子，估计孤独终老没人要了，我还得陪着给他养老送终。你就放心吧，就你师傅长那妖孽模样，若是想娶，不知道多少姑娘排队等着嫁。也对，师傅在儿女情长这方面，属于自己放弃自己。其实呢，最主要的是像我和出彻这样相貌端正、品性纯良的男子，这世间可是少见了。安大哥，相貌这种事儿得外人评价吧？哎，对了，我二哥他怎么突然跑去找大哥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出京过来说宫里出了大事，着急忙慌的，说出彻必须得去一趟，所以把他拉走了。什么大事儿啊？我哪知道啊，这匆匆忙忙的，来不及说。我师傅哪有这能耐？他可是常年在家休养生息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呀。哎，丫头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你师傅这料事如神的本事，可是比谁都厉害。你别看他待在家里，假装对朝中之事充耳不闻，实际上，只要他说的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对的。你没看吗？这出清一有事就过来找出彻帮忙。我大哥虽然是京城第一才子，但是他看事情未必有我二哥通透。要我说，若是我二哥真的做了官，那其他人就都得靠边站了。这就是为什么齐燕他们都很喜欢找你师傅聊的原因。但是依我看，这启燕过来不仅仅是找出彻吧？啊？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好吧。今天是除夕。难道师傅要在衙门里过年了吗？启禀大人，宫内外已经搜索了一整个晚上，依然毫无收获。怎么会这样？一丝痕迹都没有。大人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此事等我明日禀明皇上再做定夺。你先下去吧。是，我看此事就此打住吧。反正我在父皇的眼里也无足轻重，就算有刺客想要刺杀我，我想父皇大概也是无所谓吧。殿下此言差矣。先前有太子无故失踪，今又有殿下在殿前遇刺，我想，即便殿下不想再去追究，恐怕皇上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用查了。为什么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此事如此蹊跷，怎么能叫明显呢？整个皇宫掘地3尺，竟然没有找到丝毫线索。4个大活人也并非有上天遁地的本事，既能躲过御林军的严密追捕，又能在2皇子、9皇子走了之后再行凶。很明显，这4个人就混迹在人群里，所以不用再白忙活了。难道他们混迹在御林军之中？不可能。御林军向来军纪严密，替换轮班，并时时有专人记录督查。他们会如何知道殿下何时而来，又走哪条甬道？再说了，这4套黑色衣服，总该找得到吧？这4个人其实不难找，他们就是当时2皇子和9皇子身边的护卫，所以他们才能迅速地换好衣服，随着步辇一同出宫。如果你们早些去搜查，兴许还能在步辇里找到4件黑衣。但现在他们早已出宫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？太子失踪已有多时，皇上虽然悲伤，最后却不得不面对重立储君这个难题。如今在这个皇城里，有谁是最接近这个位置的？无非是2皇子罢了。就拿之前中原西戎一战开始说吧，2皇子临危受命前往西戎议和，不料却被6皇子您所破坏。
您自己说，他该不该恨你？那，难道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？如果你再执意查下去，只会给自己和楚家带来杀身之祸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殿下，您身在皇家，自知该远离争斗。别人之所以想要杀你，是因为对你有所忌惮。这场争斗不会平息，只会愈演愈烈。只有彻底放弃，才有可能会换来平安。很多事情，我没有办法做到事不关己。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殿下好自为之。楚某先告退了。这就走了？我徒弟还在等我回去守岁。想不到你对你这徒弟，竟如此上心。比起殿下，我想守护的东西比较简单罢了。父皇年后就会赐婚了，我要娶你妹妹出浅了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希望殿下能给妹妹一个安稳的家，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分而已。我知道，告退。回来了。雪下的好大呀，进去吧。走。洛儿呢？你的洛儿回去了，出浅陪她呢。啊。那我也先走了。哎，别呀！你的洛儿呢，丢三落四的，然后拿着，要给你。多谢了。谢啥？景王遇刺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还没有下文。你没有跟他们说吧？没有，你交代的事。那就好。但是初彻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什么？就是你看看，半年前太子失踪，3个月前季大人全家失踪了，还有今天晚上景王遇刺，你觉不觉得这些事情有点关联？前2桩是有关联的，都是一夜之间毫无征兆的凭空消失，而且没有带走任何东西。但景王遇刺的方式和他们不太一样，况且景王也安然无恙，毫发无伤。初彻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你看啊，就这些事情，尸体全部都无缘无故的消失了。我总觉得，可能和那个东西有关。初彻，有一句话我可一直憋在心里，不知道该不该问你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告诉我，这些神秘事件，桩桩件件的，与你是否有关？我若说没有，你定是不信。不是不信，我就是问问嘛。洛儿还在等我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我真就是我初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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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没怀疑你，初彻，
你别想太多啊。下雪啦！这堆的是什么雪啊？这个眼是齐燕的眼，这个鼻子是齐燕的鼻子，还有这个嘴，也是齐燕的嘴。哎，楚浅姐姐，你这么爱景王，以后是一定会嫁给他吗？偷偷告诉你啊，皇上打算年后就要亲自赐婚了。哇，这么快啊？那姐姐，你以后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吗？当然啦，以后啊，我就要以齐燕为我生命的中心了，陪伴着她去追寻她的梦想。她的梦想？那你自己的梦想怎么办？我的梦想就是能够陪伴齐燕去实现她的梦想啊。那景王的梦想是什么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总觉得，在他那颗隐忍谦和的外表下，有着一颗熊熊燃烧的心，就好像想要做成一番大事业的那种胸怀。你明白那种感觉吗？有时候我对他充满了仰望，啊，真的好希望我能够懂他。那景王他爱你吗？当然爱我啦，不然他为何要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藏于我处？可是那些东西不是他自己的吗？又不是偷抢而来的，难道还怕别人看到不成？六儿，你对皇宫里的人啊，真的太不了解了，他们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。如今太子不在了，二皇子得势，你方才看到的赵锦旭，正是二皇子的心腹赵丞相之女，所以可想而知，他现在如此飞扬跋扈是有原因的。怪不得他那么凶，不过我才不怕他呢。哼，这话你可别让旁人听了去说闲话。如今大哥做了金鼎官，咱们可都要低调一点，免得惹出不必要的误会。这能有什么误会啊？因为金鼎官掌控了整个中原国的刑狱司法，那可是朝廷的一大势力。现在谁不想拉拢他呀？金鼎官这么重要的吗？当然了，之前那个季大人，铁面无私，为人清廉，一点都不喜欢拉帮结派。听说连太子都很害怕他呢。我听齐燕说，他是完完全全皇上的人。可是，如果他是皇上的人，那为何还有人要害他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皇宫里利益错综复杂，岂是我们这些小女子能看明白的？举家失踪的这种暗杀方式如出一辙，说明这是同一伙人做的呀。可他们是为什么要灭我全家呢？傻丫头，别想了，你呀，还是好好想想你和你师父的事儿吧。我跟我师父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都看出来了，我二哥对你有意思。哎呦，初浅姐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怎么可能啊？我师父成天把我当丫鬟使唤，讨厌我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对我有意思呢？他那个人啊，无论走到哪儿，心里都惦记着你，你怎么自己都感觉不到呢？他就是外表看起来冰冷，其实他很喜欢你的。不过，搞不好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对你上心了。哎呀，初浅姐姐，我这辈子还没有被一个男人爱过呢。你想知道爱是什么样的吗？想。爱一个人是无论贫富贵贱，都要心甘情愿的和他一同经历风雨，为他分忧，最后在一起见证梦想成真的时刻。新年来了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笑一下。初浅姐姐要嫁给这个人啦！对呀，我要嫁人啦！你呀，回来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这么开心？
既然哥哥回来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洛儿，改日过来玩。姐姐慢走。外面雪大，注意安全。放心。你这个记性啊，迟早要了我这条命。瞧我，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都是一些琐事。洛儿还以为今儿晚上师傅不回来了。有你在，我怎么可能不回来？不用看天空，我也知道现在的烟花是什么颜色的。为何？因为烟花的倒影都在师傅的眼睛里了。这个给你。师傅，荤腥味太重，不过还好，还是热。雪越下越大了。我们进去吧。洛儿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帮你查清你家灭门的真相。真的吗？我既然答应你，就一定能做到。洛儿此生就这么一个愿望，替父母家人报仇。若师傅真能帮洛儿满足这个心愿，洛儿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当牛做马，都愿意还师傅这个恩情。以后，我就是你的家人，有我在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家。谢谢师傅，洛儿记住，好好活下去。
醒了。啊，师傅早。今天开始习武吧。好。别演了，这把剑太重了，我好累啊！这个世界上只有无用的人，才会不断的给自己找借口。我没有找借口，如果你给我一个轻的，我就可以练了。你不想为你爹娘报仇了吗？想。那你就起来。你又怎么了？初见姐姐要嫁人了，我心里很难受。这有什么好难受的？没出息。这个给你，新兵器，我亲手做的。给我的。千磨万击还坚韧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既然收下了，就要受得住这2句话。谢谢师傅。初心摄影。初心摄影。大哥，想跟你聊聊。和我聊聊？好啊。我听说六皇子的案子没有了下落。虽然皇上下旨彻查，但你是对的，整个皇宫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二皇子和九皇子。这个案子和纪大人失踪一案、太子失踪一案都一并束之高阁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我还听说，最近你接收了一个关于举报太子当年在税费征收上出了问题的案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自有我的门道，得到了一些小道消息，也不知道大哥进展到什么程度了。其实，这个案子也不是现在才有的。当年皇上亲派太子负责地方税费征收事宜，不料呈报给国库的数字出现了问题，太子数次压了下来，直到太子失踪，这件事情才重新慢慢被人所提起。我现在正在努力多方寻找证据，只是当年太子身边的党羽，如今仍是朝廷重臣，官官相护。我想要找点证据，可是比登天还难呢。大哥，我们来一次合作，怎么样？
傻丫头，以后你可以来看我呀。以后没有桃花酥吃，那以后我时不时的让安子怡送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不要你走嘛！我成天惹师父生气，只有你才可以救我。傻丫头，师父跟你生气是因为他在乎你呀。可是他最近真的很烦我。我做什么他都数落我，我害怕。洛儿，你相信我，以后我不在府里，他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安全的。我舍不得你。小姐，小姐，吉时到了，该出门了。我不要你走嘛。那你要让我做一辈子的老姑娘啊？我们一起做老姑娘呀。荒唐！师父，我不想楚浅姐姐嫁人。起来。楚浅姐姐，你不要走嘛，我陪我。你打我干嘛呀？哥，你干嘛？没事，睡个把时辰，醒来就好。那我先走了，照顾好洛儿。等等，这些是什么？这里面有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，张僧繇的《28宿神仙图》，还有一些经典之作，里面有《别录》《烈女传》《战国策》部分。齐燕的收藏涉猎之广，大大出乎我所料。可不是吗？他平时就爱收集楚原的原作，之前送出去几篇，现在这儿还剩下几篇。楚原原作？是啊，之前送出去的那几篇，我还特别舍不得呢，有骊山啊、地问、19歌、8章，现在啊，也就剩下这几篇了。楚原原作流传于世不过20余篇，齐燕竟然能有10几篇，看来他是真的喜欢。他喜不喜欢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总觉得他做什么事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你是欣赏他，但是作为哥哥，今日想告诉你几句话。哥，你说。加入皇家，就意味着无尽的荣华和数不尽的寂寞，至手的权势和异化的亲情，这些你可明白？我只愿此生与齐言相伴。皇宫里的争斗向来都是不分明里暗里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谁都不能相信，唯独只有靠你自己。哥，齐言是爱我的，我相信遇到危难的时候，他一定能保护我。嫁给他之前，你可以爱他；嫁给他之后，你要学会爱你自己。你越爱你自己，才会过得越好。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你听不进去，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。哥，我相信你是为我好的。树任堂高谁富贵？一枝朝野自逍遥。去吧。妹妹，照顾好自己。
师傅，我怎么了呀？头好痛。本来只是想给你点个穴，不料你却因此得了病瘟，赶快把药吃了。怎么会这么严重啊？急火攻心，心态差的人，终究成不了大事。我只是舍不得出钱解决。你每次都是这样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只会一再的给别人添麻烦。那我现在好多了，我能去送送他吗？初浅昨日就出阁了。什么？你已经睡了1天1夜了。我错过了送他上花轿。初浅让我给你的。有了好的身体，才能为你爹娘报仇，不是吗？师父，这害太子和我爹娘他们的，应该是一伙人吧？可为何他们要害我爹？我爹不参与党争。并非仅仅参与党争的人才是他们的目标。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抓住他们把柄的人，都有可能变成他们的目标。师父，我爹的那份名单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名单。此案盘根错杂，谁都急不得。不过我已经在安排布局了。师父的布局是什么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到了你该知道的时候，你自会明白。现在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老老实实的把这桃花酥吃了。好。参见皇上。众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众卿家，可有事禀报啊？启奏皇上，中原腹地发生严重旱灾，各地政府发来请求，还望皇上定夺。启禀皇上，洛阳半年以来未曾降雨，明知积瓢者不可胜计。半年多未曾降雨，为何此刻才来报？皇上息怒，当地官府这半年来是想尽办法改善灾情，只是不见大的成效，并非毫无作为。现在当务之急是，可否将逃难的灾民分批迁往京城？启奏皇上，万不可将灾民迁往京城。臣认为，灾情腹地，瘟疫严重，若将灾民迁入京城，恐怕会危及到京城百姓和皇上的安危。这也不成，那也不成，那你们倒给朕一个可行的方法。启奏皇上，臣以为眼下最要紧的是，往中原腹地加紧调拨粮食，并且开设州场，减免赋税。楚爱卿，说说你的看法。皇上，旱灾必致结合之举，臣以为应该多加派人手镇压盗贼，以安民心。此为一。旱结而蝗，蝗虫灾害的防治也十分重要。此为二。同时，修堤梁、通沟汇、安水寮、行水脏，以防灾情扩大。此为三。另外，赵丞相说的也颇有道理，只有减税拨粮，才能真正安抚民心，以振官民抗灾之决心。由此看来，此次救灾涉及的较多。楚爱卿，你认为朕此次要派哪个皇子前去，
才合适啊。臣以为每位皇子都有真才实学，无论皇上派哪位皇子前去，都必定不会辜负皇上的一片厚望。启奏皇上，臣以为二皇子参加过常德救灾，而且成绩斐然。二皇子既然有救灾的经验，何不派二皇子前去救灾？臣以为十分妥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启轩也一同前往吧。臣遵旨。众爱卿，若无事，就先退朝吧。启禀皇上，臣还有一事。你说。微臣近日多方翻阅当年太子征收账。各部配合，责无旁贷。若有人试图设置障碍，一经查出，以包庇罪查处。楚大人呐，今日在朝堂之上，你我关于赈灾治理的问题是态度相似啊，而且看到楚大人你重新审理太子腐败一案，真是勇气可嘉呀！本官佩服啊！当然了，初某认为，二皇子是最有能力的。哦，楚大人，你真是这么认为的？那不知道赵丞相以为我是怎么认为的呢？楚某就先告退了。哎，楚大人，楚大人可知道小女赵锦旭？当然知道。只是小女近几日一直往初府跑，大家都知道，这初府的大小姐已然出嫁，她老是独来独往的出入初府，恐怕会给初府带来不便吧。那依丞相的意思是，如果楚大人愿意和景旭交往的话，我肯定是不会阻拦的。初某以为赵小姐喜欢的是我二弟。当一个人喜欢一个东西而且得不到的时候，肯定会是有所改变的。楚大人呐，我是希望在这皇宫里，你我能同心协力，共同辅佐皇上。楚某心里有数了。
那就静候小姐佳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先生，这就是太子贪腐案的幕后党羽，只不过出清大人在查案的时候，将您的名字说了出去，所以先生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你去西戎中原边境天水关四皇子驻军之处，帮我查一个事情。先前两国交战，军中有10万支羽箭一夜之间不翼而飞，而手下士兵却一个都没丢。那先生，是要我去查羽箭，还是去找内鬼？你去查一下天水关的地形。那个地方有山有水，既然搜遍了山里都没有，那兵器不是在地下，就是在水里。啊，我明白了。谁常去地下，或常去水里，那么谁就是内鬼。先生吩咐的，我一定办到。注意安全。先生放心，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靠的就是我这张嘴。我先去了。都是些没有什么名气和权力的小人物，纪询元要查他们做什么？太子失踪多时，皇上焦灼无比，但此时我却查不出任何线索来。此事与我何干？我知你一向不问朝中之事，这也是我看重你的地方。看在我曾与你共度生死的份上，望你能善待小姐。她跟着你，我也就才能安心放手一搏。你救过我的命，这份大恩我自会报答。如若他能在这纷繁的局势中保全一条小命，我已十分感恩。我纪行元一生无子，唯有此女是我毕生牵挂。希望她在你处隐去姓名和身份，免掉一切麻烦。那是自然。啊，还有这个，但求你能妥善保存，此处我不宜久留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师父，你杀人了！我若不杀了他们，今天死的就是你和我。走，走。他们2人定能助你查出太子贪腐案的幕后主使。都是亡命之徒，你如何知道这2人就一定会吐露真相？我与他们交手的时候，他们朝朝都在犹豫和退却，应是定力不足之人。想不到这些人这么快就找到你了。是因为你把我的名字给说了出去，况且我也找到他们了。谁？工部尚书李公业、户部尚书郝金喜和御史大夫张佐。他们3人都是太子当年最为信任之人，也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3个经手人。前2个我是一点都不吃惊，他们本就是太子的得力助手，
次次在朝堂之上，也频频阻挠我查案。可难怪每次查案都有头无尾的。御史大夫带头贪腐，如何查治？此案涉案官员多达200多人，涉案金额多达1万万两。不过他们环环相扣，只要抓住其中几人，此案便可真相大白。没想到啊，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想要追杀我。二弟，这是你第一次帮我，就替我立了大功。皇上若是知道了，恐怕要对你我刮目相看了。我既然答应帮你，就有十足的把握。师父怎么会主动请缨帮大少爷做事呢？他不是最讨厌这种事情了吗？太子失踪虽然可怜，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日若像他这样的人真的坐上皇位，那天下的百姓才真的是苦不堪言。走，我要带你进宫面圣。大哥是知道的，功名利禄对我而言毫无意义。我在乎的是在这烟暖雨收隔的日子，不受外人所打扰。像今天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我最为反感的。错怪你了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给你惹来了杀身之祸。此次身份会暴露，也是因为查案有诸多不便。倘若大哥能把你的查案令牌给我，倒是会方便很多。查案令牌乃是皇上亲自赐予，怎可随意借给别人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当我是别人？行，我答应便是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书又拿到了。哦，我想要试一下，反正能不能看懂这些。出去打扫一下血迹。现在吗？难道你希望明天一早，别人看到我的烟暖雨收割满地是血吗？好。你是不是偷听我们说话了？没有啊，我刚刚一直都在那看书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去偷听。老老实实在烟暖雨收阁待着，不要出去招惹是非，更不要试图接触我和初心办案的任何事情，连问都不要问。你说你在屋里，为什么头上有一坨新鲜的鸟屎？我去找初清拿令牌，也是为了获得他的信任，拿到你爹娘案子的卷宗。怎么？不相信？我没有，只是觉得师父一向是不喜欢卷入是非的人。为了我爹娘的案子，你竟然……我既然答应了你，就一定帮你做到。臭了，去洗洗吧。